Hello， 大家好，我係路人醫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好多香港人啦都會北上配眼鏡嘅。咁因為香港人啦都係精明消費者，知道北上配眼鏡咧個性價比相對嚟講會高啲嘅。今日就嚟到樂雅時光位於福田區金鐘環大廈嘅分店。點解揀咗呢間分店？因為呢一間分店咧而家做緊港人專享6大優惠。同埋樂雅時光喺全國超過50間分店，係大型嘅連鎖眼鏡店，而且着重高品質貼心服務。喺深圳就有5間分店。呢一間店鋪喺美團上面嘅評分係5分，即係滿分，證明好多客戶都好滿意呢一間店鋪嘅服務。首先講個交通路線，最方便就可以由福田口岸搭地鐵4號線去到會展中心站。亦都可以喺羅湖口岸搭地鐵1號線直接嚟到會展中心站。會展中心站除咗交通方便之外啦，咁附近都有一啲好受香港人歡迎嘅商場，好似係皇庭廣場啦，仲有就係領展中心城。咁所以配完眼鏡之後啦，咁都可以同啲朋友行街啊，或者食飯都好方便。嚟到 A 出口見到連城新天地呢個牌啦，咁就向前直行，就會見到連城新天地同埋江夏地鐵站呢個牌。跟住轉右啦，就會有一條扶手電梯上到去金鐘環大廈。地鐵站出口隔離啦，已經係金鐘環大廈嘅 A 座。入到去大堂揾返低區嘅升降機，咁就可以去到21樓嘅樂雅時光。嚟到21樓出咗電梯，跟返樂雅時光呢個指示牌，沿住條路行啦，咁就會去到我哋今日要去嘅樂雅時光店鋪。嚟到門口位置見到樂雅時光係蔡司官方授權店。入到嚟店鋪見到個裝飾啦，都好柔和，同埋俾人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店鋪裏邊亦都展示咗員工嘅證書啦，同埋各大品牌嘅授權證書，包括有蔡司、Nikon、Hoya 同埋依視路，咁就有信心嘅保證。驗眼程序方面都好着重個人化嘅，咁變咗用個人化嘅訂製鏡片啦，咁佩戴出嚟啦，個舒適度就會增加。而家樂雅時光仲做緊港人到店啦，專享6大優惠。第一就係國際品牌鏡片，現片嘅話就做緊3折，訂製鏡片就做緊3.5折。第二就係買鏡片就會送價值400蚊嘅鈦金屬鏡架。如果鈦金屬架嘅價錢係高過400蚊咁只需要補返差價嘅5折就可以。第三就係到店即可免費享用眼底功能全套檢查。第四就係60歲以上嘅長者啦，咁到店即刻可以送一副現成嘅老花鏡。第5就係到店消費嘅話咁就即刻送偏光太陽眼鏡或者現成老花鏡，咁2樣之中咁可以揀一樣。咁另外如果喺微信度分享呢一個優惠連結俾好友亦都可以得到同樣嘅優惠嘅。第6就係兒童防控配鏡嘅優惠，咁原價3980蚊嘅鏡片再加700蚊嘅鏡架啦，咁而家優惠價只需要1000幾蚊就可以出到一套。店鋪裏邊鏡框方面都有好多選擇嘅，咁如果性價比高啲就可以揀翻樂雅自家品牌嘅鏡架。呢啲都係呔架嚟嘅，但係呢一個係你哋自己本身嘅品牌嚟嘅。冇錯，都係我哋自己嘅。咁呢個就輕身啲。其他知名品牌嘅鏡架啦，咁呢度都有好多款式可以選擇。到咗驗眼嘅環節，視光師就會首先用呢一部儀器啦，檢測個眼底同埋眼角膜嘅情況。呢部儀器亦都可以檢測到近視、遠視同埋散光嘅度數。跟住落嚟，店長蕭先生就會講解翻個檢測結果。我哋呢部機可以檢查我哋角膜嘅情況啦。嗱，正常我哋近視嘅角膜係呢個情況嘅。如果你呢個角膜係呢個狀態，上下呢個位佢連接條紅色啦，就會厚啲。左右兩邊會稍微薄少少。厚啲呢個位置嘅度數就會高啲啦。高幾多就你嘅散光啦，唔同。
係。正常咧，我哋冇散光嘅情況下咧，就係呢個狀態嘅。哦，得明白。OK， 呢個係你嘅右眼，再睇我哋嘅左眼。係。左眼都唔同咗嘅咯喎，個位置變咗。啱先喺呢個位嘅12點，依家變咗接近1點4點半啦。呢個兩面嘅位置咧，佢都係度數會低啲嘅。呢個位度會後啲啦。呢個就係散光啦。哦，散光係。散光就係咁啦。右眼咁樣。係。左眼咁樣。哦。呢個係咩意思咧？呢個係你個角膜放大咗個表面凹凸不平。係。呢個會影響咩咧？你夜晚睇嘢會比較紅。哦。散光啦，都會有呢個情況。係，呢個就係散光形成嘅。哦，得。我可以睇翻你個度數啦。即係呢個係睇到近視、遠視同散光3樣嘢嘅。近視、遠視、散光3樣嘢都睇到。係你個角膜嘅厚度。角膜嘅厚度都睇到。係一個健康嘅情況。檢測完之後嘅結果啦，蕭先生咧都會打印一份報告啦，俾我做翻個記錄，咁亦都會講解翻呢一個報告嘅詳細情況。資料啊？會顯示你嘅度數啦，係度數同埋你個角膜個有散光嘅狀態同埋有散光嘅狀態同埋冇散光嘅狀態。係。有散光咧，佢會呢度會薄，上邊會厚。係。冇散光咧，佢係均勻嘅。哦，即係呢一個係正常均勻嘅，咁呢一個咧就有散光嘅。哦，明白。冇錯啦。跟住就會用呢一部蔡司嘅 iTerminal 2收集一啲個人化嘅數據，咁啊利用翻呢啲數據啦，去訂製一啲個人化嘅鏡片，咁出嚟呢個效果咧，佩戴嘅舒適度會提高嘅。呢部儀器檢測咗嘅數據咧，就會儲存咗喺平板電腦度，咁而店長蕭先生咧，亦都會講解翻呢個檢測結果。呢個咧就係你戴眼鏡個情況下，你個角膜到鏡片個距離，呢個叫鏡眼距嚇，即係出嚟你佩戴呢副眼鏡嗰一個數據。仲有呢個傾角，有可能會咁都係有可能嘅。仲有就係你戴呢副眼鏡個高度、寬度，個光學中心係對準瞳孔。如果偏低咗或者偏右咗、細咗，對你舒適度都有影響嘅。即係如果對正就個戴嘅舒適度會最高。冇錯啦。係兩面都要分開測，因為點解咧？人個兩面眼睛唔係對稱嘅，佢會比較細。再有就係我哋鏡片嘅大細啦。鏡片嘅大細係我哋可以幫你定嘅。即係你戴呢副眼鏡，做期鏡片要有幾大，都可以幫你量測。同埋咧，同高傾角、鏡面角、鏡眼距，所有數據都可以幫你測出嚟。咁你佩戴嘅舒適度會更加提。即係呢一個數據就用嚟訂製鏡片嘅，係咪？冇錯。即係咁啊，變咗多啲數據就可以令個客人嘅舒適度提高。冇錯啦，例如你配咩轉進啊、康美路啊，都會舒適度大大提高嘅。呢一部 ER2 眼旋轉中心測量儀最主要作用咧，就係測量用眼嘅習慣，同埋可以用幾秒鐘時間咧，為眼球建立一個獨一無二嘅 3D 立體模型。會測你個行為習慣啦，習慣係靠近啲，偏左啲、偏右啲，呢個都會幫你測量翻。仲有你睇電話嘅時候咧，習慣係箭頭多定係箭眼多，都會幫你測翻。呢個就係你個一個行為習慣。你睇嘢係偏上少少，閱讀距離係比較偏近嘅。即係你睇嘢嘅時候，雲聽偏移咧係偏右少少。中意擰頭多過用眼嘅。OK， 得眼習慣啦。好，得唔該。最後就用呢一部電腦驗光儀啦，咁量度個近視或者遠視嘅度數啦、散光嘅度數啦，咁同埋散光嘅方向，同埋可以量度到個瞳距嘅，即係兩隻眼瞳孔之間嘅距離。你係有300度近視啦，450度近視嘅，左右眼分別係有輕微100度同埋125度散光啦，同埋咧睇近你都要需要100度左右個緩解疲勞嗰個舒緩度數嘅，呢個我哋有一個放鬆片嚟嘅，然後咧我會推薦你用呢個鏡片啦，開20個鏡片，依家折後係553嘅，係553，即係幾多折啦？而家係3.5折啦。3.5折，因為呢個訂製片，3.5折。冇錯啦。再有我哋呢副前面咧係可以達到3折嘅。呢啲啊，都可以去到3折嘅。即係副全片可以3折。冇錯啦。係，變到3折。
咁如果實際上即係幾多錢咧？呢鏡片？之後384。哦，384，呢個連埋個框定係點樣嘅？我哋會送一個400蚊嘅鏡架。哦，即係送一個，即係呢配咗呢副鏡片就送一個400蚊嘅鈦金屬架。冇錯啦。售後服務方面，度數如果有不適嘅話咧，1個月之內咧可以免費更換。係，如果鏡架喺1年內有甩色啊、質量問題咧，都可以免費換新嘅。啊，咁1年後，如果都係有質量問題，我哋都可以幫你維修嘅。哦，得，好，唔該晒。無論係自己配眼鏡或者陪朋友嚟配眼鏡啦，咁店鋪呢度啦都有提供一啲小食同埋飲品，咁有時可能等朋友配眼鏡嘅時候啦，咁就可以享用下呢啲飲品同埋小食。總結翻今次嘅體驗啦，因為諾亞視光而家做緊推廣優惠啦，國際品牌嘅鏡片如果係附全片啦，最低做到3折，再加埋送一個價值400蚊嘅鈦金屬架啦，咁個性價比都相當高。同埋店員啦，全程係用廣東話對答嘅，咁變咗喺溝通方面咧，亦都方便咗好多。今次呢一集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多謝大家觀看，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可以點讚、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最重要就係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